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7月14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68篇24节到35节，撒母耳下卷第6章16到23节，路加福音第7章31到3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感觉的世代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撒母耳记载大卫赤身裸体伫迄个所在跳舞，但是讹了上帝。咱暂时无要来讨论讲赤身裸体的部分啦吼。当然，这牵涉到迄个时代的背景啦、文化关系等等的问题。重点是伫大卫迄个讹了的原因啦吼。伊赤身裸体是要来讹了，讹了的原因是啥物货？伊为虾米安尼做？当咱来回顾大卫对受膏立来接任以色列国王的这个位置的了后，小连续发生介济代志，包括着扫罗王的嫉妒、扫罗王的追杀。而且佮面对这个分裂的以色列的国家的统一的问题，佮来对敌非利士人的围攻，然后伫营子倒转来约柜，佮面对乌撒的死亡，伊拢要重新了解，重新来了解，重新来认捌上帝的约柜。佮来佮看见伊要迎接这个约柜进入大卫的城，有足济的问题一直发生，一直发生伫伊的心上。然后当大卫看见着约柜要进入大卫的城的时阵，伊就欢喜甲袂固定，并毋是其他的人会通了解的，特别是米甲这位。伊的太太，咱讲是政治联姻的太太。大卫用1000个非利士人的性命所换来的太太，伊是扫罗王的查某囝，真有可能这个扫罗王的查某囝米甲看袂起大卫的角度。大卫的出身是啥物货？大卫的出身是一个真家产的雇羊的牧羊的家庭，一个可能出世伫真好的环境的人，也是讲生活伫真好环境的人，伊敢会质疑上帝呢？一位真骄傲的人，伊敢会看重上帝的作为呢？伫咱的世代，咱是毋是有亲像米甲即种的人，对上帝的代志一点仔感觉都无？亲像耶稣基督时代对上帝所赏赐的救恩无感觉，因为犹太教遮的人，因认为家己已经知影，而且已经得救啊。因为因认为讲，因就是选民嘛，上帝所选的百姓，所以一定会得救。因为安尼，所以对真济的代志就无有感觉。生活伫真忧郁的环境，对周边的宣教、服侍，也是讲帮助人的代志，一点仔感觉都无。因为安那，这个代志甲我无关。是毋是有即种的情形的发生？耶稣基督讲，安尼我要摕啥物来比评即个世代的人呢？因究竟亲像啥物？因好若亲像坐伫街头咧佚佗的囡仔，其中一群佮另外一群讲，阮为着恁来分鼓吹婚礼的乐曲。恁无要跳舞，我来唱丧礼的哀歌，恁也无低头。洗礼约翰来啊，无食无啉，恁讲伊是鬼附身。
人主来啊，也食也啉，人讲伊是酒肉之徒，甲遮会抽象的，甲遮会歹人交朋友。但是上帝智慧对所有接受智慧的人身上来彰显出来。咱会当看见讲，伫耶稣讲的经文内底，即阵的人真正是拢无感觉。因对什么代志质疑呢？还是讲咱基督徒对什么代志感觉质疑？是毋是咱教会会真容易变成做讲门关起来的同乐会？对外的宣告真济帮助人的代志，一点仔感觉都拢无。是毋是咱会亲像今仔日的耶稣的经文所讲的，造成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代志？比如讲，有疫苗嘛骂，无疫苗嘛骂，台湾要发展家己的国家疫苗嘛骂，啥物话拢骂，就亲像耶稣讲的，洗礼约翰无食无啉，伊嘛骂。耶稣来食也啉，伊嘛骂。是不是咱真想过头，质疑着上帝所赏赐予咱的福分，所以变成做一个守财的工人，亲像迄位领着1000的萝卜共款，甲迄钱固守掉的，无做代志。是毋是咱将教会当作家己的家，就凊彩来乱事来，无啥质疑着上帝？其实咱应该甲教会当作家己的家，这是正确的。但是咱敢有真正对教会，亲像咱对厝呢共款，用上好的，用上新的？是毋是咱已经伤过安逸，伫上帝所赏赐互咱满满稳定的路园内底，对伫上帝呼召咱，却无啥物感觉？是毋是咱真容易太看重家己的成就，对别人的需要，也是对帮助人的代志，就失去迄个趣味？甚至亲像迄个米迦共款，伊看袂起大笔，咱也看袂起遐有需要帮助的人。耶稣基督讲，上帝智慧是对所有接受智慧的人身上来显现的。这句话真深。上帝恩典是接受迄个恩典的人身上来彰显的。上帝的呼召是对迄个接受呼召的人来彰显的。一旦咱掠做家己有智慧，咱就成做迄个愚戆的，失去智慧。耶稣基督提醒咱每一个基督徒，也是讲已经受洗的基督徒，毋通掠做讲咱已经得救啊，其实咱还佫有一段距离。咱需要保持起初的疼心，保持迄个热心，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。咱做一个对别人有利益的，会通荣耀上帝的人。咱来想看卖啊，当咱咧面对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中间，摇头咱应该安怎做？诚做一个无感觉、乱输制造防疫混乱的人吗？伫昨开始13号开始，咱有新的防疫的规定，就是迄个咱咧讲未解封啦小可来解封，但是毋是完全来偷放安尼那照规定，宗教活动袂通开放啦当然会当专案申请。听讲台北市就有一间伫大龙滂的某一个寺庙，因要讲是要配合政府的防疫，但是做准备要来开放，当然去互甲指责啦
大部分的教会，咱游玩咧遗弃伫网络礼拜，因为咱考虑无要诚做防疫的破空，无要诚做破卡吼。所以感谢上帝，咱看见伫防疫的作为顶悬，咱有感觉，因为咱看重对上帝敬拜，同时咱嘛看重每一个生命的宝贵。感谢上帝，阿望愿上帝继续来保守咱。